即刻教咗你呢個我覺得最難嘅面積題先啦。圓形呢個係咩咧？幫我畫呢條叫 kiss fraction，畫咗呢個樣先。佢係咪好似一個 kiss 個嘴唇啊？係咪好似呢個？係喎，真係幾似。呢題一定考，一考好多同學唔識。咁佢咧就冇俾出邊嘅，好多時冇俾呢條嘅，就咁嘴唇。嘴唇嘅面積咧，其實佢會有一個咁嘅嘢包住嘅。我哋畫個正方形，正方形畫唔畫到啊？畫到嘅入頭俾我睇下先。正方形入邊有一塊樹葉或者嘴唇啦。我揾呢個嘴唇嘅面積，咁嘴唇嘅面積冇公式噶嘛？周界你就知道呢兩條係四分一個圓啫。呢個見到嘅入頭俾我睇下，呢個係四分一個圓，見到嘅入頭俾我睇下先。周界你係識啫，你直徑乘派乘四分一，揾咗個藍色再乘二咪得咯，super easy 周界。但係面積咧，唔知點解99%啲同學唔識嘅。有冇同學見過呢題啊？嘴唇面積題啊，有啊，嗱嗱都話㗎啦，實考嘅呢題。咁我希望你記得啦，Chinny、Serena，唔該晒，Hayden。我希望你記得啦。原來你畫呢個圖四分一個圓形，即係呢個。原來四分一個圓形嘅面積，再減翻粉紅色呢個三角形嘅面積，佢就會變咗半個嘴唇嘅面積。呢個明嘅岌頭俾我睇下先，好得意喎，係咪？四分一個圓減個三角形，等翻呢楷橙，即係半個嘴唇。咁將呢個嘴唇乘二，就係答案啦。